如果你問老一輩嘅香港股民，邊一場商大戰最令佢哋心驚膽跳、印象深刻？答案肯定無係咩互聯網科技大戰，亦無係近年嘅金融風暴，而係一樁發生喺上世紀70年代，轟動全港嘅商業奇案，坊間俗稱為置地飲牛奶事件。呢場大戰無單止係香港商業史上第一宗，亦係頗要味最重嘅敵意收購，更加係直接將香港股市推向瘋狂狂熱，最後一腳踩落去，引發1973年香港大股災嘅超級導火徑。想象一下，一間係高高在上，掌控中環核心地段嘅英資地產龍頭，另一間係揸緊香港超過大半個世紀、家喻戶曉、賣蜆奶同凍柚嘅老牌實業。兩隻大笨象喺中環直接開火，日日喺各大報章登全版廣告對罵，財技盡速，直情精彩過電視台嘅黃金檔連續劇。要講清楚呢場商戰，我哋一定要將時光倒流返去19世紀末。喺1886年，有一位叫文信嘅蘇格蘭醫生，佢嚟到香港之後，發現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當時嘅香港衛生條件好差，市面上根本無新鮮、乾淨嘅牛奶飲，好多外籍僑民同小商販都因為飲咗無乾淨嘅水或者奶而染上入病。於是文信醫生就聯同咗5位香港嘅富商，一齊籌集咗3萬港元，喺薄扶林一帶買咗塊地，進口咗80隻乳牛，正式創辦咗牛奶公司。當時邊有人諗到呢個原本只係想幫香港人改善體質，等大家有新鮮牛奶飲嘅慈善式實業，經歷咗幾十年嘅發展，竟然會變成一個坐擁龐大資產嘅商業帝國。隨住香港人口急速增長，牛奶公司嘅業務越做越大，佢哋無單止喺薄扶林養牛，仲喺銅鑼灣建立咗大型嘅冷藏庫，即係今日大家熟知嘅皇室寶果大。到咗20世紀中葉，牛奶公司仲收購咗香港雪廠，壟斷咗全香港嘅製冰同冷藏熱臥。打後更進一步，開創咗惠康超級市場，將觸角直接伸入去每一個香港家庭嘅柴米油鹽裏面。到咗1972年嘅時候，牛奶公司已經係一間不折不扣嘅藍籌股實業巨頭。但係正正就係因為牛奶公司太過老牌，太過專注於做食業，佢哋忽略咗一個致命嘅盲點，就係資產嘅隱形價值。牛奶公司因為要養牛、要製冰、要開拍頭，在港島區，尤其係薄扶林同銅鑼灣，持有極之龐大而且歷史悠久嘅地皮。呢啲地皮喺公司嘅賬目上面，一直都係用幾十年前嘅歷史成本嚟入賬，金額低到形同虛設。但係到咗70年代初，香港嘅經濟開始起飛，地產業好似火箭咁升。呢啲原本用嚟養牛嘅草地，一瞬間全部變成咗價值連城嘅黃金地皮。呢個時候喺中環交易廣場嗰邊有一隻機上碌碌嘅獵鷹，已經盯上咗呢條肥美嘅大魚。呢隻獵鷹就係當時香港最大嘅英資地產集團置地公司。置地公司由1889年創立開始，就一直係中環嘅地主公，大半個中環嘅寫字樓都係佢哋嘅。而喺1972年，置地公司迎嚟咗一位年僅34歲嘅新任大班，叫做亨利·麥凱一厄。呢位後生仔大班作風極之硬朗，銳意進取，而且眼光極其毒辣。佢翻開牛奶公司嘅財報一睇，即刻發現咗呢個驚天大秘密：牛奶公司嘅股票市值根本反映唔到佢哋旗下地皮嘅真正價值。喺亨利·嗨海瑟克嘅眼中，牛奶公司根本就係一個捧住金飯碗黑色嘅叫花子。你辛辛苦苦養牛、賣蜆奶，經營超級市場，一年先賺得嗰少少利潤，簡直係暴殄天物。如果將薄扶林嗰幾百萬尺嘅牧場改建做高級住宅，將銅鑼灣嘅冷藏庫拆咗佢起商業大廈，賺返嚟嘅錢絕對係天文數字。地產嘅邏輯喺呢個時候正式要向實業嘅精神宣戰。1972年11月，置地公司在毫無預警之下突然出手，佢哋無係客客氣氣咁同牛奶公司董事局商量，而係由過董事局直接向全香港嘅牛奶公司股東發出全面收購建議。置地提出嘅條件非常之誘人，佢哋用換股嘅財技，提出用1股置地嘅股票去換2股牛奶公司嘅股票。當時負責掌舵牛奶公司嘅係香港大名鼎鼎嘅華人領袖周西蓮爵士。周西蓮當時已經年過70，係香港政商界嘅較負責人物。
做過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當佢收到置地要敵意收購嘅消息嗰陣，直情覺得係一種侮辱。自己辛辛苦苦守號咗大半個世紀嘅祖業，竟然俾一個30幾歲嘅英國無頭小子用一紙換股書就想吞併。周西年爵士立刻召開緊急會議，表明態度。牛奶公司絕對無會坐以待斃，呢場仗一定要打到底。於是香港歷史上最精彩、可要味最濃烈嘅報章宣傳大戰正式爆發。當時因為無互聯網，亦無今日咁發達嘅即時財經資訊，上市公司要同散戶溝通，唯一嘅方法就係買報紙版面。喺1972年11月到12月期間，全香港各大中英文報紙，好似華僑日報、工商日報同星島日報等等，每日一打開，最引人注目嘅無係頭條新聞，而係置地同牛奶公司互卡嘅全版廣告。牛奶公司首先發難，周西年爵士親自撰寫公開信，呼籲股東切勿飲鴆止渴。佢哋喺廣告裏面大打感情牌同本土牌，強調牛奶公司係香港人嘅集體回憶。由文信醫生創辦開始，一直默默守護香港人嘅健康。牛奶公司仲好嚴厲咁指責置地公司，話置地根本無識得做零售，亦無識得顧及市民嘅利益。佢哋收購牛奶只係想長拆牧場，炒高地價。如果置地成功，以後香港人可能連新鮮牛奶都冇有得飲。面對牛奶公司嘅感情攻勢，置地公司嘅後生大班亨利、納海察克表現得冷酷而理性。置地喺報紙上面刊登反擊廣告，主題非常之直鑒，就叫做置地飲牛奶，股東發大財。置地喺廣告裏面用密密麻麻嘅數字同圖表，向散戶展示牛奶公司嘅管理層有多麼保守，多麼落後。置地直言：你哋守號祖業，守護咗幾十年，但係股價死下，賺到錢咩？交俾我哋置地，我哋幫你將地皮發展成高質物業，公司市值翻幾番，你哋手頂嘅股票就會變金沙。呢一招利益誘惑，直擊當時已經開始陷入炒股狂熱嘅香港散戶嘅心房，眼見散戶開始動搖。周西年爵士知道單靠打感情牌係不夠嘅，必須要喺資本市場上翻到實質嘅盟友。於是佢許嚟咗當時香港地產界嘅新星華懋集團嘅創辦人黃德輝。周西年同黃德輝達成協議，由華懋出資聯同牛奶公司，提出一個反收購方案，甚至考慮將牛奶公司旗下嘅部分地皮同華懋共同發展，希望借此提高牛奶公司的估值，等散戶覺得繼續持有牛奶公司的股票更有前景。牛奶公司甚至宣布大幅度派發特別股息，試圖用真金白銀去留住股東嘅心。可惜周西年爵士低估咗置地背後嘅龐大金融勢力。置地公司嘅母公司係當時香港4大英資洋行之首嘅怡和洋行，而怡和背後更加有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呢座無可撼動嘅泰山靠山。當置地發現牛奶公司聯同華懋反擊嘅時候，亨利海哈克決定無再拖延，直接使出終極殺招，大幅度提高換股比例。置地宣布將原本1股換2股嘅條件，直接提升到每1股牛奶公司股票可以換取母股全新發行嘅置地股票。呢個消息一出，整個香港股市直情好似炸開咗鍋一樣。要知道，當時置地公司因為中環物業鋒芒，股價正如日中天，1股送5股新股嘅誘惑，對於普通小散戶嚟講，簡直就係天上掉落嚟嘅大餡餅。喺呢個時候，商站嘅走向已經無再取決於周西年爵士嘅威望，亦無再取決於牛奶公司對香港人有幾重要，而係取決於人性嘅貪婪。當時全香港正處於一個極度癲狂嘅牛市之中。1969年遠東交易所成立之後，打破咗以前英資壟斷股市嘅局面，普通市民開始可以用廣東話喺交易大堂買賣股票。由1972年年初開始，恒生指數由300幾點一路狂飆，街市嘅師奶、茶餐廳嘅伙計，甚至連倒夜香嘅基層市民，個個都將機殼拿去買股票。全港市民都沉浸喺一眾買股可以一夜暴富嘅幻想裏面。社會上甚至出現咗用魚翅撈飯、用100元大鈔點煙嘅荒誕現象。置地提出1股換5股嘅那一刻，牛奶公司嘅股價被瘋狂炒高，散戶們心裏面得一個字：賺。大家紛紛倒戈，
將自己手上持有嘅牛奶公司股票源源不斷咁拿到置地公司去登記換股。周西連爵士看見呢個場面，知道大勢已去，任憑佢喺社會上有幾高嘅地位，都阻擋無到散後對金錢嘅渴望。到了1972年12月底，置地公司宣布，佢哋已經成功收取咗超過80%，甚至接近90%嘅牛奶公司股份。嗰場香港歷史上火藥味最濃嘅敵意收購戰正式落幕，置地公司大獲全勝，成功將百年老字號牛奶公司吞併入自己嘅版圖。周西連爵士心灰意冷，黯然辭去咗牛奶公司董事長嘅職位。一個屬於老牌實業家嘅時代就咁畫上咗句號。置地吞併牛奶公司之後，立刻大刀闊斧進行重組。佢哋將牛奶公司原本位於薄扶林嘅龐大牧場全部清空，將的乳牛轉移或者賣走，然後喺我塊幾百萬尺嘅山坡地皮上面興建咗今日全香港人都知道嘅大型中產屋源自富花園。而銅鑼灣嘅冷藏庫亦被改建成為商業大廈，即係後來嘅皇室堡。惠康超集市場則被保留並進一步擴大，成為怡和集團旗下零售業務嘅核心。從商業策略嘅角度嚟睇，置地飲牛奶無疑是一場教科書級別嘅經典地產財技勝利。置地用極低嘅代價，通過發行新股呢種印股票嘅方式，就將全香港最龐大、最優質嘅地皮資產納入囊中。但是呢場經大收購，卻為整個香港社會帶來咗一場無法挽回嘅滅頂之災。點解咁講？因為置地同牛奶公司喺收購戰期間互相爭奪，雙方嘅股價都被瘋狂推高。置地嘅股價甚至被炒到去一個完全脫離現實嘅天價。呢種兩大巨頭嘅對決，將全香港股民嘅投機情緒推向咗最高峰。散後們看見置地用股票就可以吞併一間百年企業，盲目相信股市裏面嘅神話，整個市場嘅泡沫被吹到大無可大。到了1973年年初，恒生指數已經由1972年年初嘅300幾點，瘋狂飆升到1973年3月9日的歷史高位1774.96點。短短一年多嘅時間，升幅超過4倍。當時全香港嘅交易所裏面擠滿咗商演、通工嘅股民，根本無人理會公司嘅業績，只要有名稱開出嚟就盲目搶購。但係出得嚟行，遲早要還。泡沫吹得越大，爆破嘅時候就越慘烈。1973年3月，市場上開始傳出有假股票流通嘅消息，驚恐嘅情緒瞬間好似瘟疫咁蔓延。緊夾住，政府宣布實施消防條例，限制交易所人數，加上全球爆發第一次石油危機，多重打擊之下，香港歷史上最慘烈嘅1973香港大股災正式爆發。股市開始好似無底深潭咁瘋狂下跌。昨日仲喺度用於次撈飯嘅富豪，今日就變成一無所有嘅負債者。恒生指數從1700多點一路狂瀉，跌到1974年12月嘅時候，竟然跌到得返150.1點，內基跌幅高達91.54%。無數嘅中產家庭在一夜之間破產、傾家蕩產、跳樓自殺嘅慘劇每日都在上演。整個香港社會陷入咗長達數年嘅嚴重經濟蕭條。而作為始作俑者之一嘅置地公司，雖然成功飲咗牛奶，但佢哋自己亦因為慌忙發行新股，導致股權被嚴重攤薄，加上隨後而嚟嘅大股災同地產市道崩壞，置地嘅股價亦跌到殘廢。呢個致命嘅後果，更加為10年後，即係80年代初期，華資大亨好似李嘉誠、包玉剛等人崛起，反過嚟吹擊怡和系，搶奪九龍倉，埋下咗深深嘅伏線。置地飲牛奶呢個故事，表面上是一場英資巨頭之間嘅股權爭奪戰，但它實質上改變咗香港整個商業社會嘅基因。它宣告咗那個靠實實在在做工廠、養乳牛、做實業就能穩步發展嘅舊時代已經過去，而一個靠財技、靠槓桿、靠地產項目將資產價值最大化嘅地產霸權時代，正式拉開咗序幕。每當我哋今日行過薄扶林嘅置富花園，或者去惠康超級市場買嘢嘅時候，可能好難想象喺呢啲充滿生活氣息嘅地方背後，曾經隱藏住一場如此驚心動魄，甚至改變咗無數香港人命運嘅商業大戰。人性嘅貪婪與瘋狂喺1972年嘅中環被展現得淋漓盡致。
幾段歷史不單只係一封射己救香港實業嘅悼詞，更加是一面永遠警醒後世股民嘅正紙。跌宕起伏嘅商海裏面，從來無永遠嘅贏家，只有不斷循環嘅歷史規律。